喺睇片之前，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同訂閱卓見名家，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今次介紹嘅一本書係黃仁勳傳輝達創辦人如何打造全球最搶手嘅晶片，作者係 Stephen Witt。1979年出生於美國新罕布夏州，畢業於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曾為芝加哥與紐約嘅避險基金工作，亦曾到東非從事經濟發展。呢本書由兩位台灣作家林俊宏同廖月娟共同翻譯。林俊宏係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而廖月娟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黃仁勳生於台灣，係美籍華人企業家、電機工程師、圖形晶片公司輝達嘅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佢9歲時移居美國，喺奧勒岡州立大學取得電機工程學士學位。之後喺史丹佛大學獲得電機工程碩士學位。1993年，黃仁勳同友人喺矽谷一間連鎖餐廳創立輝達，擔任執行長。30幾年後，輝達躋身全球市值最高嘅公司之一。黃仁勳亦成為科技業任期最長嘅執行長，亦曾經係張忠謀欽點嘅台積電接班人選之一。書入邊提到黃仁勳喺丹尼餐廳打工嘅經歷，佢由洗碗工做起，後嚟晉升為服務員。我發現喺逆境時，我嘅頭腦最靈光。呢個世界崩塌時，我嘅心跳反而變慢。或者源於我喺丹尼餐廳嘅歷練。做服務員要面對高峰時刻嘅考驗，會諗住自己擁有3頭6臂。任何應付過餐廳高峰時段嘅人都會明白我嘅意思。工程師會將複雜嘅問題分解為簡單嘅基本原則，再利用呢啲原則產生強大嘅效果。所以如果要創業，黃仁勳要先了解呢啲原則。佢必須研究市場、供應鏈、競爭、技術以及產品係咪符合市場嘅需求。多年後，黃仁勳話佢喺短短幾年由電路板製圖員成為執行長，其實係一連串嘅巧合。我係一個由州立學校畢業嘅技術人員，冇咩抱負。如果你想揾人經營一間公司，我諗你唔會揀我。每一個認識黃仁勳嘅人都會話，佢喺演講時候講嘅都唔係事實。馬拉考斯基話，黃仁勳係擁有史丹佛碩士學位、野心勃勃、不斷拼搏嘅人。佢希望喺30歲之前做老闆。呢個係黃仁勳食飯嘅時候親口講嘅。黃仁勳最與眾不同嘅一點係非凡嘅專注力。佢一旦下定決心喺某方面要自我提升，其他嘅一切都會拋諸腦後。佢比任何人更努力，佢從未停滯不前。想要了解黃仁勳矛盾嘅人格特質同過人嘅洞察力，以及輝達與眾不同嘅企業精神同商業優勢，了解人工智能嘅軟體同硬體點樣結合並創造出驚人嘅運算能力，呢本書會有最完整嘅解答。鍾意名家分析，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支持同訂閱卓見名家，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